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8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李全教的议员当选无效之诉，台南高分院30号下晡做出理性判决，维持一审原判，确定当选无效。李全教当时失去议员甲议长职务，议员职权将由王俊涵递补，李议长的职务将进行补选。李全教议员选举民事当选无效之诉，30号下午3点，经过台南高分院二审判决，当选无效确定，而且依照选罢法，袂当去上诉。李全教失去议员的资格，议长也将改选。伫咧宣判过后，台南高分院庭长沈阳仁也对外说明，做出当选无效判决的理由。本件上诉人吕全教先生是103年台南市议会第2届市议员选举候选人。那黄澄清先生是吕全教进城总部义景区的总干事。那黄澄清在吕全教进城总部里面担任重要的职务，秉承吕全教先生之指挥跟命令，从事于动员造势，还有拉票、发放文宣、服务选民、制作选情民调跟文宣等工作。那李丽华还有康清良先生则分别担任竞选活动中义景区的望明里负责人跟联络人，都是吕全教先生竞选团队的重要辅选人员。那本件黄澄清先生受吕全教之指挥，以吕全教竞选总部取得汇款后，指示李丽华、康清良以发放工作费、凉水费还有造势费等名目，按照行贿名册向李顺发等人为贿选行为。那这些行为应在事前经由吕全教授权或同意，或者不违背其本意之意思。因此，吕全教就上述竞选团队的贿选行为应全权负责。所以，本件贿选行为，合议庭认为完全符合宣告当选无效之要件。原审因此判决吕全教本届台南市议会议员的当选无效，并无不合。上诉人上诉无理由，因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李全教也伫咧下午判决出炉过后无偌久，就发出声明表示，伊认为政治的恶斗对台湾有害无利益，过度政治化的司法对台湾民主法治伤害更大，并表示对宣判结果已经有心理准备。社会各界要下调伊议长的目的已经达成，请放过其他相关的基层人民，因是无辜的。台南新闻网赵国维采访报道。李全教因为贿选案理性被判议员当选无效，市长伫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认为虽然这是迟来的正义，就算对方用尽拖延手段，但也是证明乌金政治最后一定会遭受法律制裁。在前议长李全教当选无效判决当时，市府来了20-30位王俊涵玉井乡亲，每一位手揢标语肯定司法判决。立前议员王俊涵也伫市场热清德、民进党部主委以及议会民进党团3长陪同之下，共同召开记者会。会中市长表示，虽然这是迟来正义，不过最后也证明邪不胜正。乌金政治总算受到法律制裁。今天的判决代表了任何一个人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终将自食其果。这个民主的恶例，我也希望能够成为未来任何一个从政者的警惕。我衷心期盼，它是空前，也是绝后。今天的判决也代表了黑金改革的成功。
因为这个案件可以说引起社会群起激愤，在民意的督促之下，立法院也见机履机，修改地方制度法，让议长、副议长的选举要记名投票，让黑金的改革可以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也让阳光可以照进地方的政治来，地方的政治终有清明的一天。对着前议长李全教议员当选无效，王俊潭个人也表示，迟来正义，让市长甲市民受委屈，未来将会好好甲党团市府配合，让市政推动顺利。虽然我心有余，力不足，但是呢，真荣幸今仔法官公平正义打来，我若逮捕了后，我会好啊，甲党团配合，甲市府配合，互咱这个市长，咱台南市的市政会搁较顺遂。虽然这迟来正义一拖就是一档8个月，包括民进党部主委、党团省长、甲王俊潭委任律师，拢感觉该案应该列入司法范本，好好解决，莫互拖延战术。一拖就是加拖8个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是领先全国完成全民所规划的城市，安尼个效率也互其他县市纷纷前来学习。上午南投县政府新闻处以及6位法律审议委员，甲南投有线电视业者前来了解上注册3管农有线电视推动所规划的经验，希望借此加速推动所规划的时程。南投县政府新闻处6位法律审议委员以及南投有线电视业者台数科等在职人员，坐着游览车来拜访上注册3管农有线电视公司，希望会当学习到加速推动数位化的方式。上注册3管农伫咧去年4月份就完成全面数位化。南投县有13个乡镇，目前已经有国信、信义2个乡镇全面数位化，也有11个乡镇需要去推动。那我们今天很难得过来，协同委员，还有媒体同业过来取经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双子星在推动有线电视数位化过程，招收一些这个客诉，还有一些民众的抱怨方面我们希望今天都得到我们徐总跟协理还有率领各主管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未来我们在南投推动这个数位化方面应该都可以给我们这个缩短这个摸索的过程能够提升这个民众的收视品质。会中上注册3管农有线电视公司也分享了过去推动的各种方法，运用大楼广告、电话通知、电视走马灯、广告车街头放送、大庙定点服务等等。伫咧数位化完成了后，也积极拓展济附加的服务，亲像是气象预报、地方公益推广、落雨的时阵也有水情通知等等，互民众会当确实感受到数位化所带来的便利甲好处，也互听取简报的法律委员表达高度的肯定。现在的话，它整个内容的建制也非常完善，让我们感触良多。还有再来的话，他们在投入数位化的过程当中的话，为了减少民怨，他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人力、物力，让我们感觉到他对台南市民的负责的态度，让我们整个这个所有的委员的话，印象都非常深刻。数位化推动的过程，因为民众的无习惯甲无了解，一定加加减减会拄到抱怨甲无愿意接受的声音。但只要用心服务，用各种方式去详细解说沟通，一定会当达到目标。南投县有线电视业者台数科目前也将规划投入7亿，希望伫咧上介紧的时间内底完成南投县的全面数位化。台南新闻网郭博以采访报道。先去分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6客家甲原住民族美食节30号伫大塘中营酒店登场，现场有真侪原住民客家的单位展示，佮推出代表融合两个族群特色的美食料理，要来推广台南的观光。配合着原住民音乐美味可口的烤乳猪嘛，对咧进场。2016年客家加原住民族美食节正式登场。大塘中营酒店经过2档半的筹备加半档的准备，将伫30号即天推出具有原民风味加客家菜料理，以台语料理来融合文化，买当推动观光。台湾的美食不是只有台菜，也不是只有广东菜、上海菜、日本料理那些，其实我们忽略了原住民，也忽略了客家。啊，那他这一次的这个美食里面，不是客家一道，原住民一道，台菜一道，是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哇，这一点值得鼓励，这个我觉得加油。这个就是你中有我，你侬我侬，就你侬我侬的啦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同族群文化的美食的融合起来办理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因为从美食就看出我们的文化。刚才有看到我们原住民族有一个山猪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对于客家来讲是非常奇特的。台南市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 ，CNN 嘛曾经报道过，台南市是一个世界性的美食博物馆，即摆透过原住民客家美食的多元融合，更当凸显出台南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效果事业集团主办，甲侪单位协办的公益路跑活动，在1月20号将伫和顺寮垒球场展开。除了要鼓励大家行出户外运动以外，这次活动的部分所得，也要关乎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效果事业集团董事长林明正，因为本身也曾经是重度忧郁症的患者，为了鼓励忧郁症的患者透过活动行出户外，远离忧郁症，所以联合侪单位斗阵伫11月20号举办马拉松活动，目标要号召5000人参与赛事，而且活动的部分所得将要捐助给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已经实际缴费报名完的人数已经1200多人了。那当我们希望往2000、3000以上冲那么基本上应该我们报名时间是到10月5号到10月5号。这个慢跑的日期是11月20号，11月20号礼拜天。有21公里的，有10公里，还有健康组的跟儿童组是3公里的最长的是半马，半马是21公里的这样子。该活动采取网络报名，到10月5号中昼10时，11月20号礼拜早起7点到10点半，伫和顺寮垒球场正式展开。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小招来参加。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业者看准旅游甲科技应用的商机，
研发出一个探险皮箱的 APP 游戏。该游戏以2084为主题，希望吸引民众一边旅游，同时可以当了解虎城无共景点的鬼故事，体验深度旅游的趣味。2084远远开挖过来，就让人感觉到不安的气氛。伊将要带领游客去体验一段新奇又阁欠步的旅游经验。台南旅游业者跨界将无同款的行业做结合，运用应用软体 APP， 创作即马上界流行的实境游戏，让每一个府城景点的历史人物以蒙混的方式来现身，加来自2084游客互动。亲身进入鬼故事当中。这里的话，我们像玩家他会准备到有卷轴的部分。那我们第一关，因为刚刚有提到是大南门，所以说大南门我们现在往大南门出发。那在大南门的部分呢，刚才有提到是我们都会串联一些台南在地的冤魂或者是鬼魂，做一些就是解谜解冤屈的一些搜索。那在大南门那边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就叫陈守娘。那陈守娘呢，她是台南呢。之前一个算是有人号称是全台湾最厉的女鬼。我们探险皮箱是由台南4家业者一起整合的一个旅游行程。那我们有南南文旅，还有我们的芒果游戏，还有福城国际跟天安旅行社。那我们是希望说把台南新的一些旅游的部分加入新的元素。那我们就用了一个2084的一个行程来做一个这次的创新的旅游。那我们就是还研发了一款 APP， 因为现在当然很多人去抓那个宝可梦抓怪，那我们想说把一些行程的部分就变成导览，然后去各个景点，然后我们去抓鬼，然后又由这些亡魂、历史人物现身说法来讲一些故事，让介绍台南的一些景点。因为手机游戏 APP 爱透过 GPS 定位，才会当开始进行这款结合实景的方式。就是爱民众亲身到现场，才会当完整体会一寡景点的历史过往。因为其实很多人来台南玩就是吃小吃跟去逛一些古迹景点，那很多的故事可能没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们透过这 APP 游戏解谜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说，例如说汤德章纪念公园啊，那边汤德章曾经经过228事件，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这个忠义国小原本是一个神社，那日本的亲王来到这边的时候，是不是有发生一些历史事件？例如说他这边病亡了，那他这边他发生什么故事？然后透过这 APP 去跟民众做一个互动。2084将对9月17号开始限定发车的名额，有8人座甲4人座2种类型，民众会当上探险皮箱查询相关的资讯。等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路跑的流行，真侪民众拢会主动参加各种的路跑活动。不过，所也不时传出参赛者昏倒的事件。对此，吉比病院伫活动现场设置的救护站，就曾经伫第一时间采用 CPR 加上自动电击器 AED 来帮助参赛者恢复喘气甲心跳，也提高存活率。现在伫袂少的公共场所，拢会当看到 AED 自动体外电击器的设置。不过，民众对着伊的使用甲功能拢毋是真清楚。对此，吉尾病院急诊医疗系统科主任指出，只要看到民众昏倒，拢会当摕来使用，因为透过这项设备，就会当判断是毋是需要电击，以及刷来应该采取的动作，操作方法也相当简单。以前我们说叫 CAB， 我们可能会去摸它的脉搏，那摸其实有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准，那其实我们只要看到病人倒下来，他可能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把 AED 如果附近可以拿得到，就赶快把它拿来使用。他应该要电击的时候，他就会指导我们电击；他不会电击的时候，他也不会乱电。那还有我们 AED 贴上以后，如果需要 CPR， 他就会叫我们做 CPR 的动作。主任表示，一旦脑部缺氧，经过4分钟了后，都有可能造成永远的脑部伤害。而甲单纯只做 CPR 比较之下，如果再加上 AED 电击，将有机会提升1倍以上的存活率。有加上 AED 的话，它可以急救回来的几率，它可以增加1倍以上的机会。那特别是假设我们病人他是有用AED， 他分析到需要电击的时候，有电击过的病人，他能够电击成功的几率达到85%。因为
它还在心室平脉的时候，代表它心跳才刚停止。不止脑部的缺氧时间很短，连心脏的缺氧时间都很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把它电坏的机会就很高。不过，民众对着急救也是有一寡疑虑。对此，台湾的法律对着急迫性急救的行为，拢有免责的规定。所以，只要确定病人无意识，也即是无正常的喘气甲心跳，就会当放心抢救。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协助我们。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季风短暂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8月30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